这是伫日本超市内底为各用英文写台湾山椒3个卖398日票，甲算算是差不多新台票100块。配一个甲八开一喙加落，喙内充满香味，这就是最近伫日本卖甲正清的台湾金蕉，因为是种伫山坡地，所以讲这款金蕉又搁号做山椒。它味道很浓郁，然后其实我是自己喜欢那个绵密的口感啊。倒挂落来山椒，皮要青青，头一关都要先洗好清气。来到第二关是分装，刷来最后一步是挑真空，并且用低温运送到日本，后来甲炊色摕出去卖。山椒的口感真绵、真香、真甜，伫日本时代是日本天皇伫食的金蕉。那也把这个香蕉的这样的一个风味哈，也都深深的印制在这个日本的这个百姓的人民的这个心中。台湾人的骄傲了，抗业病啊，栽种的那个时间比较短，缩短我们那个栽种期间的那个管理。所以讲，即马东南亚的金蕉拢伫变俗价好，台湾的金蕉伫日本真歹卖。不过台湾的蕉农自创品牌，用高品质拍出名号。业者最近嘛要规划内销，互咱台湾人嘛会使食到这款优质的山蕉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